首先，右擊你嘅伺服器，然後喺伺服器設定，喺左手邊向下捲動，然後佢自動管理。喺呢度，你可以根據你想設定嘅項目嘅設定，你會見到嘅選項，例如封鎖提及垃圾信息、封鎖可疑垃圾內容、封鎖常見標記字詞同封鎖自訂字詞。咁你想啟用規則嘅設定選項之後，你可以設定例如唯一提及數量等限制，俾一個回應方式，例如發送警報，並選擇要套用管理規則嘅頻道。你亦都可以容許某啲身份組繞過規則，例如管理員或者指定嘅頻道要套用定忽略呢啲規則。當你設定好晒之後，只需要咁儲存更改。你仲可以監察信息同討論串有嘅潛在垃圾信息，標記含有粗口嘅信息，或者加自訂字詞去封鎖清單，然後儲存更改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喺 Discord 自動管理而家已經設定好，可以幫你保護你嘅伺服器安全。